伯曼馬拉佢喺愛爾蘭出生㗎。5年前，沈集成建議劉柏輝以480萬港元買入一匹馬。4,800,000 Thank you, sir. 當時發夢都估唔到呢一匹馬會代表香港寫下賽馬歷史嘅新一頁。結果都決定去投沈生睇中嗰隻就係浪漫勇士。呢度就代表我對浪漫人生嘅實際睇法，就係順走、美人、駿馬。劉柏輝係家品連鎖店嘅創辦人，佢話由細到大都有一個馬主夢。由我細個都見到哇，馬主個 paddock 衣香鬢影美女如雲，咁好希望第日有機會做馬主。嗰陣時一個字咯，威。喺浪漫勇士出現之前，劉柏輝曾經花咗超過3000萬買過4匹馬，不過都只係贏過3場。慘絕人寰啦！有啲跑咗25場都未能取勝，即係25次我打晒呔同女朋友約埋衫啊，影贏都點影相咁。結果隻馬係到退役嗰日都冇頭馬嘅。屢敗屢戰，劉柏輝話唔止要養匹馬，更加係要養一匹馬王。呢個夢想太浪漫，需要好大嘅勇氣。The perfect racehorse, Romantic Warrior, and he's now a Hong Kong Cup winner. Romantic Warrior。嗱，浪漫兩個字咧就係代表咗我嘅生活焦點，可以享受當下。咁勇士咧就反而係我生活嘅態度，一定要係奮勇向前。夢想如果要成真嘅咧，就一定要用一個好勇士嘅方法去不斷追求，先有機會去成功。每年12月，全球頂尖騎師同馬匹都會齊集香港，喺香港杯同場較量。3連冠嘅浪漫勇士，今次要面對來自日本、英國、法國等等嘅強敵，帶住腳上嘅螺絲上戰場。劉柏輝話：抱住平常心觀戰，能夠參加第4次已經好開心啦。浪漫勇士已經8歲啦，即係未來即係話會唔會再出外啊？就呢一場賽事嘅影響就好大啦。當然啦，已經超出咗我嘅最大寄望嘅10倍啦，已經希望健康啲，跑得好啲，咁我開心㗎啦。好，你一開閘嘅時候，大家都平排躍出啊！快少少，外邊禪聖輝煌啊！咁啊，再見到中檔走咗上去嘅馬咧，有寶來歌劇啊！大約跟住個第4位就係浪漫勇士啊！好啦，轉彎入直路嘅時候啊，咁啊見到外邊浪漫勇士開始發力推進啊！最後200米，浪漫勇士蝕落去，一比就有啊！拋離後邊嘅對手啦！浪漫勇士相當慶祝姿態，贏出呢場浪琴香港杯啊！勇不可擋啊！浪漫勇士絕對係香港另一匹嘅傳奇馬王。好興奮，好開心，即係鬆咗一大口氣咯。面對國際強手都可以贏得咁靚。香港有史以來第一隻馬係連續4屆贏呢個杯嘅啫。經過尤其是6個月個傷患之後，今次係真係翻咗嚟啦 ，Baby is back。勇士精神啊！即係佢有幾場馬贏得好辛苦，擺明狀態唔係10足10，但係都係用佢個 heart 贏翻嚟，就係浪漫勇士咯。平時就係浪漫，出賽嗰時就係勇士。衷心感謝在座馬房、馬會，尤其是係遠征團隊嘅每一位同事，對浪漫勇士嘅無微不至嘅支持同埋愛護，多謝晒各位。好，今日係慶祝浪漫勇士4連霸嘅一個慶功宴。浪漫勇士好似香港精神咁，即係佢從來未試過輸超過2場就會反彈。咁今次連手術完都係反彈，所以都係好有意義。都係嗰2個字都堅持咯，即係要有信心同埋要堅持向前，先有機會可以克服困難。